这个所在是平湖，台湾上界大地外岛。这个所在嘛真早就有人来徛起啊。咱若是看历史的记载，宋朝时代是甲这称呼做是平湖，元朝嘛捌来这设巡检视这个机关，所以才会讲平湖是台湾上界早设官地的官市。这个所在是真早就互人称呼做是马公港。伫咧汉人来到平湖400年的历史过程当中，嘛有伊最重要的地位哦。咧平湖甲台湾之间有一条直的水道，叫做平湖水路。较早先民咧到台湾的时阵，这条就是咱讲的湖水沟。这条湖水沟其实海上是足歹，常常拢会发生意外。所以就留下一句俗言语讲：十去六死三流一回头，就是咧形容较早遮的先民渡海困难。几600年来遮一直拢是东洋海上贸易一直爱行的航道。但是因为遮海风足歹，四界拢是暗淡，所以常常拢会发生海难。嘛因为安尼，就互平湖的海域变做一个水下文化资产上丰富的所在。平湖是早前台湾甲中国往来的过路站。西元1624年，荷兰人要和中国做生意，迄阵就是晓伫咧马公港等待清朝政府的批准。对遮咱也挺好看出马公港伫咧迄当时的重要性。落尾唱是满清唔同意，荷兰人唔才会越头往台湾来发展，嘛因为安尼就改变台湾的历史啊。早当时伫咧台湾甲平湖往来的船只是真济嘛因为安尼生去互湖水沟吞食去的嘛袂少。近来这几年呢，台湾四边的海底探查出来的沉船位置就有99位，其中敢若平湖遮就占42位我上早知影水下考古是伫咧电影《铁达尼号》内底，就看因伫咧水下探勘这些东西的时候，是有影是足困难的。但是像我这种较外行的，对水下考古实在足清楚，较唔知。水下考古伊甲水下捞宝无共款。是。捞宝的人伊是爱凊彩湖，但是阮做这水下考古伊是爱还原历史。平湖因为伫台湾海峡中，是较早啦，要去东北亚东南亚，日本爱足济船就会经过平湖。平湖佫有几摆的小镇。人讲湖水沟啦，湖水沟遮平湖是一个中心嘛是过台湾的中继站。伫咧平湖附近拢有足济沉船的遗迹伫咧即个海底内面。对，到即马阮伫遮找到几啊十件沉船，足济。伫咧平湖附近找到的沉船是各种的船只拢有。上界大新是发现一只将军1号，这是清朝的贸易船。另外嘛有浮出一只工兵艦，这原本是清朝广东水师的巡洋舰。甲午战争了后，去互日本人接收去。马手呢是伫咧西元1895年，伫咧平湖外海沉落海底。毋但有中国船即搭找到的外国船嘛袂少。可比讲有130年前要驶去欧洲的商船，嘛有二次世界大战迄当阵日本的运输船三菱丸。黄队长讲，因为湖水沟挖过，所以平湖四边才有种种无共款的沉船。100几年来，这的船只就那亲像休困伫咧海底，就甲迄当时平湖甲世界咧往来的证据一一保留起来。这拢是清朝的，台湾较早伫台南安平一带发现的。是。大众拢统称这叫安平湖。阮唔是干那看单一的物件尔，是爱对规个沉船捞落来这物件来分析研究，来了解讲这只船到底是贸易船是渔船。
我伫咧一般的这种考古的文物内底啦，看到拢是脆片较济，啊，但是即马看到拢是足完整的规个安平湖，这应该是足珍贵啊。海底的沉船就亲像这叫封存海底的历史胶囊港一只船沉落，瞬时间规个就冻结底下，所以这跟陆地上发生的较无共款。是，看到后壁嘛，足济。敢若水族箱共款，对，这文物拢藏伫内底，啊是为虾米爱甲这文物拢藏伫水内底？浸这是RO 水，RO 水，这敢若伫海底内面海底伊几啊百年伫海底拢是浸海水，伊出来的时阵，可能有诶海中的生物伊瞬间就会死去，发臭，所以阮考古队出来的时阵，就爱基本的爱先甲处理一下。咱即马看到这100年前的物件，拢是迄当阵的人所使用的器具。沉落海底了后呢，就去互一寡酸雾甲油纸夹条条。咱浮出来了后，就要先过洗，搁再放入去稳定的RO水内底，甲文物本身的盐分甲浸出来，安尼才有法度来保存这的文物，袂搁再害去。加在是黄队长甲伊的团队用心计较，保存者对海底浮出来的宝物，咱才会当继续了解马健港较早伫遮捌体会过的文化。老师，这支是啥？这支看起来像枪支的。这是飞弹的这种。叫测速仪啦。较早船伊要测这速度，就是用。你讲船咧行的时阵，这支会船嘛？船。关定嘛是英国制造的，这只船嘛介有意思，伊船顶物件拢是公卖局较早的50-60年以前的迄高粱酒，还有庄稼林、苏阳文，红啊，布袋戏，对，考古嘛是，对这虽然60-70年以前的这船，是爱和即马少年啊拢知。历史安那演变的，看到这对海底浮出来的文物，我嘛会当去猜想讲，哇，400年来澎湖四周围船来船去，到底是一条偌闹热的海路？但是同款咱嘛会当知影讲，虽然澎湖边一条危险的乌水沟，总是加在有这个马健港，接纳真济船只来到这搭休困。嘛，互真济的人踮伫遮开始生团坐坐，一代过一代。马公以前人是号做马经，到日本时代市区改建了后，才去互人号做马公。毋过咱共款拢习惯是讲马经。马经港面对台湾海峡，倒手边的蛇头山，甲正手边的牛头山，就亲像两支金拱。甲马健港保护了了，后壁面阁排乌水沟，确实是一搭歹进攻、好防守的所在。伫咧早当时外围的文化若要拍台湾，就会来升占澎湖的马健港。咱甲看西元15世纪到17世纪，无论是荷兰人的东印度公司、明朝的地成宫，甚至到清朝的石龙，也是讲日本人要占台湾的时阵。拢是先对马健港来当作是要塞地来打扮。咱即摆来到遮就是这金牛头炮台。是。金牛头炮台呢，迄阵遮就是这清朝的时阵，最平湖有4台炮台。这其中一个，因为伊这个所在是伫这马健港头前。规个遮这个海峡是较早咱这个海军防守的重点的所在。因为伊这个地形是有一个内湾，咱正看到这是内湾啦，内港。所以讲这若是拄着透风啊，较天较歹，伊拢会入来遮休困。这摆过来遮，蛇头山。蛇头山这个蛇头呢，对这个平湖来讲，介有重大的这个历史。是，就是1622年的时阵，荷兰人来伫遐起一个迄种为台湾平湖来讲，第一做的迄种西方的
城堡、古城，嘿，古城嘿，因为迄个所在都伫这马京港的头前。哦，咱伫这边遮呢，咱这个所在叫做金龟头。所有船若要入来，拢爱为遮入来。是。所以讲，伊这个所在呢，战略位置上个重要。清朝、西洋甲明朝的迄种叫战争海战，就是伫头前这个海面。咱讲遮嘛是就亲像迄落即马2只管子安尼，易守难攻的迄种。对，剩咧即马2只脚。是，安尼甲这个海湾箍起来。对是。即卖迄阵迄个法军要来攻清朝的时阵呢，伊就伫这个所在吼，伫这个蛇头山到我这个金龟头遮有一条，可能毋是铁链，伊可能一条一条迄只粗的迄种索啊，伫蛇头到我这个金龟头遮。听在地人咧讲哦，这条粗骨重的铁链是按对面花的蛇头山拖来到遮的，啊头尾吼大概是500公尺长。人讲哦是清法战争的时阵，清朝政府想要阻挡法国人的船只入港，才来起的。拜托一条铁链呢，哪有可能会当挡会掉法国的兵马？法国人哦是一粒炮弹就击到金龟头炮台，啊就安尼哦，法国的军队就轻轻松松入来到马京港啊。啊嘛是因为安尼，买手法国的退兵离开平湖了后，清朝政府伫咧西元1887年。又搁重新建设西苏东炮台、西苏西炮台，还有江北炮台，这吼最有代表性的3个炮台。马京港哦，若军事用途要紧，当时哦，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国际商业转运站。对各地头来的生理人，拢会来到平湖靠岸。因路会上盖好的所在，就是马京港头前的水仙宫。清朝初期台湾头尾敢若有3间水仙宫尔，马京遮就是其中一间。咱即摆来到这间，就是水仙宫，也是大下沟，这大下沟呢，就是当时台湾甲平湖厦门的交行，迄个康熙35年的时阵，就已经开始有设立啊。伊当时就是为着台湾、平湖甲厦门这生理人，若是有发生纠纷的时阵，都会伫遮来做一个排解、排解，伊这间水仙宫呢，迄当时选的位置，就是选伫这个马京的海边骹，船会当直接驶来到我这个水仙宫头前。是。咱这个大头呢，就是咱去看迄个白楼，这白楼头前有一条路，对不对？是。迄条路就是较早马京城的所在，伊这个所在呢是介早上界繁荣的所在。就是一个中心啦，迄阵平湖商业中心就是伫遮。对，生理人拢是伫遮做交易。毋是讲遮路厝啊，拢是足早拢起伫咧遮，就像迄阵就留到即嘛。遮就是较早平湖的老街啊。是。西元1887年，清朝政府为着要阻挡外国的兵马，毋但伫咧马京港建设炮台，也伫咧马京遮起一个平湖听城。这个城是清朝政府伫咧迄个时阵台湾府所起的上尾一座防卫性的城池。是讲这当阵就敢若剩顺城门甲一寡墙影尔。咱这马京城迄当时拢总有做6个城门。是。伊日本人来了时阵开始拆城去屯海做码头，甲这个顺城门留落来。安尼马京城伊是1885年迄个清法战争了后。清朝就想讲要法军战败，大家讲爱来建这个城，这个城会留遮落来，也是因为较早日本人来的时阵，伊且是要塞，伊就是迄种重炮兵部队，也是迄种平湖要塞司令部，是，伊就是这
这部分呢，伊都无拆。啊，是安那？迄阵日本人爱拆即个规个城，就是讲因敢无需要。1895年以后吼，咱规个作战的方式拢无共啊。啊，你城的时阵，是迄阵是咧放迄种射钱的啦，吼，倒的迄倒有效咧。啊，正经你若讲大炮来的时阵，你这城根本都无路用啊。是。啊，另外呢，伊就是迄当时，甲这个马颈的这个旧市区吼围起来。啊，限制着伊的发展。第二呢，这个港口呢，无法度大只船入来。其实日本人来的时阵，伊是甲平遥吼当做是一个南进的基地。西元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军队要来占平遥。伊嘛听讲马金港附近的山头有建设新型的大炮，甚至嘛有听讲港口有一条楚国东的铁链。因迄阵才会挑工射对平遥岛另外一头就环，先占领金龟头炮台，用这个炮台拍迄边的炮台，就安尼，才3工就甲平遥占去啊。刷落来，日本人就开始大力整治马金港，准备当作因南进的基地。伊遮吼。要讲起来吼，伊这是已经是古迹啊啦。伊原本迄个港务局的时阵是要甲遮清造。啊，后来呢，我发现讲，这是日本时代这无简单留落的平遥第一个石头码头。是。所以讲迄阵就马上建议叫因讲这个所在唔通去做整理，去保存落来，安尼。啊，迄阵日本人哪会伫遮起这个码头？马京城迄阵做的时阵。会使讲，拢是最外口呢，是较简单的。是。迄阵是碰船的码头。简单的东西。但是日本人来了的时阵开始有迄种propeller 的迄种船入来啊。因为呢，平遥是一个群岛，要塞水运部的人，若要去离岛巡查的时阵，伊也有船啊。伫1907年一开始呢，伫遮有做3个码头，一个叫陆军码头。第二个较过遐叫海军码头，海军码头我过遐，才是商业码头。你注意看迄阵这个码头伊这是用平遥的种纤维岩来写的。你敢知讲伊这是安怎写？唔知。伊这写就规大地石头先来引空内底钱茶钱开始浸水。伊个碰嘅，碰的时候自然把这个石头给踢开，给逼起。安排当做这形出来。日本人来到平遥了后，把清朝所起的平遥城城拢拆掉，搁再用拆落来石头来起日本人需要的港口，搁有送回战桥。百几年过去虽然讲已经看无日本人所起的军港但是这个战桥。到当游玩阁保存甲好势好势，尤其是同一个时阵所起的马京商港，现此时嘛已经变做平遥上界闹热的所在咯。咱这平遥这都是海岛嘛，海岛靠啥的船？说靠船的时阵，伊一定爱有码头。是。清朝时代的时阵，就是迄种简单的迄种码头。是。日本人来了后。拆这个马京城了，开始造港。老师，因为我感觉平遥遮伫统早是一个战略的中心嘛，但是因为这几落年慢慢转变，到即马变做较观光，大家拢无像较早遐紧张的这种氛围我感觉讲在地这个价值嘛会慢慢转变甲成长。马京港伫咧台湾历史上的发展，定定拢毋是咱第一个收到的港口。但是伫咧历史上，台湾甲外围文化咧接触，马京港确实定定拢是一个门户。若要过乌水沟来到台湾，大省拢爱经过平遥。嘛是因为安尼，规个平遥的历史定定拢会看到足侪无同国家、无同文化的人行骹到。毋则互平遥人的性格内底加一份韧性，因为因知影讲爱对着时代变化。才有法度来保护家己所爱这片土地。人讲有台湾人的所在，就有妈祖庙，才有历史的记载，
为宋朝开始，平湖遮就已经有人来讨海掠鱼啊。清朝时阵嘛，愈来愈侪汉人搬山来到这个所在徛起，嘛因为安尼，就甲妈祖的信仰做伙请来到这个所在。平湖的妈祖经若是这大四大古庙其中一间，嘛是台湾有历史记载以来年代上介久的妈祖庙，而且嘛是平湖会互人号做妈经的原因。这个妈祖经当时早会适当食咧，因为咱知影啦，咱的先民伫长山来到台湾，来到平湖过程是足艰苦的，伊要祈求神明来保庇。所以基本上每一只船伊拢会服侍一个妈祖这妈祖叫做船头嘛。是。来到平湖啦，找到这个所在啦，伊的北边有一个圆圆的小山峦啦。头前看去啦，会当看到海。规个港口。第四，荷兰的地图啦，伊有写着妈祖经啦，都是足细但是这位置实在是这是足好的。伫这个日本时代啦，这间庙啦有重新搁清理，甲这个地基向后壁刷就变成这个形这个庙埕，这个庙埕就愈来愈宽。是。当时呢，1929年啦，起这间庙啦，有向全台湾的私下啦。拜托因讲，看会当写几讲妈祖经要落成有啥物较好的对联？结果就找到这句伊是一个长头对联，原顶写圣庙。伊就讲到妈祖经内面有两个最重要的代志，边这个是讲到一个变，与天同光。这个变咱等者揉内底会当看到。大马正天悬顶，伊在变。1880几年，西亚反迄阵伊在变都已经有是。这边这个呢，这个圣庙这个庙啦，伊讲着讲300年以前，这庙就有伊是啥物意思啦？咱等下看到迄个算讲全台湾介早的，沈有容这个碑伊就是讲这个代志。这个对联这是阮一个平湖人姓陈，叫做陈胜如咧。伊伫这个100个诗人内底、文人内底咧，伊脱颖而出啦。所以说啦，这个是很真赞的嘛，是在地人所写。是在地人。你等下揉去遐，你会看这个大门原顶是无门神啦。因为我有听过，有3种庙基本上袂使有门神。是。第一就是文庙、孔子庙。是。第二是武庙，武庙就是关帝庙。是。第三就是妈祖庙。阮平湖是拢有照这古礼啦。伫咧妈祖经内底，想到平湖祖先的故事，我规个人敢若亲像有法度看到这间古庙100年来对时代咧变化的画面，也互我感受到一种100年古庙的庄严。虽然同早为虾米无画门神的这个原因，即马已经无法度可记但是无门神的妈祖经嘛变做是这间庙一个特别的所在而且老师嘛讲这间庙还阁有足侪甲妈经讲有牵连的故事这叫做北祖街啦。你看咧像处代表讲妈祖经的地形就是北边较悬，南边较低。因为咱妈祖经是算讲官方这个爱参拜的所在，所以每年重要的节日这个平湖的文武官员拢爱来吃。伊坐轿过来你爱有一个专属的停轿位是这附近的人讲这有8有8个所在叫来订咱吃，所以阮拢甲这叫做北祖街，是这是最特别的所在。敢会咱讲就是讲，这个妈祖经嘛是迄阵官方认证的一个经庙。是。咱若看历史的记载就会当知影讲，
西元1604年，平湖就已经有这间妈祖经啊。这嘛是汉人来到台湾府所起的第一间妈祖经。啊，虽然讲咱无法度确定讲这间庙到底是倒一年所起的，啊，但是会当确定的是，伫咧迄个拍远的年代，妈祖婆就已经是一只拍拼的平湖人心灵的瓦库啊。咱看这个石碑呢，伊第一个写介重要的，就是讲呢，伫1923年，这个所在呢要起这间庙。除了咱平湖搁传里还有呢，去南洋在做代志的人，伊也寄付啦，这个大旗大木这个会社啦，伊是伫即卖原来这个地方，咱遮平湖马经南界的人去食在做代志，是所以知影讲故乡有即个要起妈祖经的代志，伊就甲即个球员的即个矿业的头家讲，会当互阮错几支茶来寄付，所以说伊就错10支即摆拢看会着。头前迄支嘛是，迄支也是，黄燕这也是寄付这个到进食饱当拢袂歹袂烂。是啊，你看，这10支这尔大的茶库，人讲号做是南洋大木，嘛有人叫做是岩材。这是为南洋地运来高贵的木材，就安尼甲天后宫稳稳搭起来。到打要100年呢，游园拢无半点起角。看到这徛停停的茶库，我就想到遐个离家2000多里的先民，辛辛苦苦甲茶运倒转来献互妈祖，就会当知影讲妈祖婆伫咧平湖子弟心中到底有偌尔重要。不管是出外拍拼的人，还是留伫咧故乡的人，对这片土地的爱，拢是同款的。只要有外围的人想要来甲咱欺负，咱拢会勇敢徛出来。不管是过去还是即马，这种心情拢袂改变。阿仁啊，这个石碑呢，内面有12字啦，是心有容，自退红门关，为马人顶。是。这个石碑呢，伊是大概在1604年有一个明朝的将军叫做心有容，甲占平湖这个红门关为马人给赶走这个代志。其中较趣味的，就是讲阮有发觉一个文献，这个文献呢，就是这几字CAM 干 SIA 是写 Camsia Compania， 公办嘅，就等于讲平湖人对这个东印度公司一个看法啦。这是伫咧什么文献？伫巴达维亚的字迹内面，还有你看吧，荷兰的这个队长叫做李本他跟一个海产叫做李诞，他觉得李诞做生意好像还不错，所以说伊就讲如何买奥斯帕尼亚好，奥斯帕尼亚是讲菲律宾的旅属就是西班牙是，家己买较好。我们这文献都发觉几啊种就趣味的。是。拄则老师所讲的这个故事，是伫咧西元1919年咧整理天后宫的时阵，挖出一块石碑，卷顶所记载。石碑顶头嘛写讲，1604年的时阵，明朝的将军敢若用讲的，就通互荷兰人退出马建港。对这咱嘛会当猜想讲，迄阵的马建港定着是一个各国的人甲船只来来去去的国际大港口。尤其敢若用讲的尔，就会当解决问题免相战。就参像《孙子兵法》所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贤之贤者也。可见讲咱的祖先有偌尔大的智慧，好来保护这片土地。伫咧以前
平湖遮移民大多数拢是为福建的漳州甲泉州移民过来，但是因为要过这个大风大雨的乌水沟是足危险的，所以大家拢会伫船顶安一尊神明，保庇一路平安。遮的先民到平湖住落来了，同款嘛希望会当顺时健康。所以遮原本伫咧这个船顶的这个神明就会伫平湖各地方起庙。平湖落尾呢，庙事就愈来愈多，防晒这个活动嘛会愈来愈多，所以就延伸出足侪行业，甲宗教有关的行业伫咧平湖这个所在。早前漂洋过海来到台湾求发展的祖先，为着要保庇一路平安，拢会甲家己信仰的神尊排咧行。迄当阵用纸糊的神尊，若要炸是上界里面，这款的技术嘛传予下地的人，一代过一代。到甲现主时，古纸伫咧平湖人的心肝内，哪代表宗教信仰尔，嘛是因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哇，原来老师今年已经70岁啊！王家伫咧平湖做古纸，嘛超过100年啊！对因阿公开始传到老师家，嘛已经是第3代人啊呢。老师，我看这大个纸糊关顶的这拢足幼路的呢，大家拢做甲足精致。你就用就使一直摸，一直摸，该摸全部有真的同款。老师咱即马看到这有2个角色伫咧遮嘛，这2尊，这尊是妈祖。这尊是妈祖。妈祖是所有你船顶头拢会服侍妈祖。是。这先是王船顶员的头目讲船长的意思。系啊，因为我看这顶妈祖的帽啊，关顶这个花纹啊，拢是手工的呢，这毋是咧编的呢。拢用画，拢都爱家己画。这种纸的物件就是细点的，烧的，一个都愈紧愈好。古纸用到拢伫神明啦、丧事啦，婚丧喜庆应该拢有啦。做花灯啦，做什么迄拢俗，拢会使用纸来糊的。早前古纸的师傅对福建、广东、甲故乡的手艺传来到平湖。原本古纸嘛，敢若是伫咧宗教内底咧使用尔，毋过对着时间的变化，用途是愈来愈宽。古纸呢，嘛变做是平湖一种最有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哇，这个敢是古董？这阮爸爸做的，这个阿姨在厝内底无服侍观音，伊人替古孙观音，嘛会送这种。送礼有时会送这种嘿，是。送礼就互你，代表你的身份讲，哇，我嘛是足好嘢的，有法度通摆只红啊，有诶无？是，因为这就真济，一般上车人是买袂起哦。嘿，对。这个差不多几年啊？到即马？60多年有啊。做甲足幼的。做甲布本身就出润的。是。差不多30-40年应该拢无啥问题，400-500年嘛无问题啊。哇！以前的人应该嘛是想要到讲，本地是祈求平安的古纸，落尾唱呢，竟然会当变做是一种特别的礼物咯。为阿公开始就咧做这啊。阮阿公牵条尾的时阵开始做。迄阵纸糊安怎讲？伫咧平湖遮，敢是讲足时行的一种行业，因为就是讲遮较挖港口，遮有一个马经港，所以讲古纸即个行业嘛是伫咧港口即个中心拖出去。庙是因为咱人聚会伫这个所在，所以大家都有一个共同信仰。甲古纸这是仪式，你内底师公要用的物件，做这足济拢是师公家己咧做。老师。即摆徛伫遮，你有感觉小可压力？5尊神明伫咧后壁咧甲阮看。这最少咧用的。这最少咧。最少的神到摆几5尊。这5尊是啥物神？这尊是大师，这尊就是大师爷。大师爷，后把赛像这是咱庙门口的护卫，是。后把阮朋友是用尉迟恭甲这张门神像，台湾土地公拢徛好较济。是大师爷，因为我对大师爷较清楚，大师爷主要是咧管啥物？大师爷是观世音的化身呐，这样。普通看到观音大师，拢是观顶这尊较多，对。像那下底这尊是较青面獠牙，较像魔鬼。
他要管镇住这些妖魔鬼怪，所以他要叫一个比较威武的人，化身威武的人下来镇他。这拢家己捏的啊，看你要做什么型。即摆嘛有卡通版的啊，到尾啊坡道的时，遮就当烧掉。早前的先民哦，不管是渡乌水沟、讨海掠鱼，还是讲哦要出洋做生意，面对茫茫的大海，就哪亲像无法度确定的未来，只好甲希望寄托互万灵的生命。毋知哦，伫咧平湖这粒小小的海岛，就有300多间的庙寺，每一间庙拢代表迄个时代一段冒险的故事。嘛因为庙一济，仪式活动就会济。所以古纸伫咧平湖游玩，阁是一个重要的行业哦。老师，恁做这古纸，敢拢伫咧平湖遮销较济，还是拢有去到台湾啊，去到大陆遐？大宗拢是平湖本地咧用。是。台湾引入来遮因工会。为啥？这神明伊会指派讲，伊要去倒位请王爷，要做神明，伊会跋杯甲伊指示讲。某密所在，请师傅安尼向西而行，毋是走去大陆的地平湖来嘛？地平湖来就一定会先去地方厝来的。若是想要做甲像老师这款活跳跳的手艺哦，哇，真正嘛毋是讲开足侪时间就法度学会晓的。因为这有影拢是组团的心法，就参像老师手头这本因阿爸放落来独家的秘籍。内底有足侪古纸的设计图，在过程当中爱注意的美感。老实讲簿仔内底写的，敢若拢是基本的功夫尔。但是真正咧做的时阵拄着问题就爱知影变巧。这个纸呢，才勾会水，勾会真。咱的头家、长家。高中牙，过来做进做，麻皮。即马因要等即个神秘的礼物啦，要准备啊！你看大家拢摕一个塑胶袋啊，我嘛同款去抢一个塑胶袋。阁有红包呢！有影捡了足济，内底有麻糍，有糖果，阁有一个这，因讲这是糋做，外表看起来哪像迄落麻球，嘛像迄落大粒的地瓜球同款，应该是糋的，食看下。咱拢知影讲一个文化要传承，毋是干那碗口看会到的文物甲资产就好。其实阁有足侪历史的线索，藏伫咧咱的生活习惯内底。你看，就参像伫咧平湖糋做，嘛拢有家己特别的故事哦。糋做是平湖的名产，这食起来简单的点心，嘛是好彩头的代表哦。无论讲新厝要上娘，新船要落水，主人家拢爱野糋做，互正人咧捡。这嘛是在地流传真久的一种古早礼，毋则会在装一句俗语咧讲：食糋做，年年好。所以你若来到平湖食着糋做，就代表有好代志要发生咯。哇，头家，咱即马桌顶即马看到这糋做，差不多有几种的口味？目前你看起来有3种。3种，倒3种？一个白麻就是土豆。白麻的这是土豆。嘿，一个乌麻就是红豆。中这那猫去的这种？这种是无包啊。这种是无包的。嘿。我今日透早这2种拢有食到，无包的这种无食到。好。即个来试看卖。好啊，你甲试看卖。好，我来摕一个。足 Q 的。对。这规个成分是拢用糯米做的。对，纯糯米做，圆珠仔糯米做的。所以会较 Q， 会较嫩安尼。伫咧台湾逐个港口看到的，敢若等一寡糖果尔，但是糋做敢若伫咧台湾足罕咧看到的。我伫平湖第一届看到。像伫平湖来讲啦，是拢较早是拢结婚同个大宗啦。要结婚是一个足欢喜的代志。
要放贴啊，叫咱遮亲戚朋友来互咱请。是。啊，怎么讲他摕张贴啊去，感觉讲足单调，空安尼。啊，所以爱炸一个伴手礼去，较有礼貌安尼。较早就是家己做，啊，就做这物件，做这物件，安尼来分享咱遮亲戚朋友讲啊，阮囝要结婚啊安尼。哦，就是一种喜饼的概念。对，是查甫的喜饼。一般啦，结婚的时阵吼，拢爱送8、6大粒的，啊40来细粒的，阮遮风俗啊。哦，这数量是有。啊，若要互新娘食的，爱搁互伊新娘做，互伊60粒。啊，媒人，迄个要做媒人，你也爱互60粒。迄媒叫媒人做。这应该是迄阵上高级的糕点啊。对啊，对。嘿，我较早用拢种田甲土海嘛。哦。所以读册转来，珠宝单调就开始做。就开始你就爱去山里啊，啊，阵逐个囡仔当枵嘛。看到这种物件，哪有这种物件才好着安尼？啊，阿公阿嬷咯，惊伊讲10大人转来无通食吼，拢用迄胶囊吊伫个悬顶啊，惊囡仔去偷食。是啊，你讲先甲这吊起来。以前吼生活条件无讲介好，用一个好制作、好保存的点心，啊，伫咧厝内有喜事的时阵，互大家食甜甜，斗欢喜一下，啊嘛表现出台湾人好客、谢天谢地、谢正人的好心肝。伫咧台湾哦，咱若问查某囡仔讲，啥物时阵会食到你的饼？意思就是讲哦，你啥物时阵会结婚？啊，毋过哦，伫咧朋友家，若是问查甫囡仔讲，当时要请阮食煎枣，嘛是同款的意思哦，就是问讲，你啥物时阵会结婚？哇，厉害哦！老师讲好听呢。你拄只弹的这曲号做啥？这是南管吼上届入门的一个曲，吼，伊叫做免答词，有人甲编做歌，吼，啊，然后闽南的人吼，定来伫这个曲演奏的时阵吼，因来跳各种的迄落舞，所以咱闽南人其实嘛是会当安尼。手舞足蹈吼，咧跳舞安尼，另外就是讲南管吼，伊是伫咱传统的内底吼，伊是一种家己咧佚佗的，所以南管人因若咧佚佗的时阵，就敢若基本上就是5个人，5个人啊，就是琵琶、箫、二弦啊，甲三弦，啊，中一个人是拍拍，啊，这个拍拍的人，伊嘛使用唱的，啊，伊毋是一种讲对外咧表演的迄落。哦，一种表演乐种对，嘿。咱知影讲哦，较早平湖遮人讲遮是南管群，就是讲遮足侪南管的人是一个中心。迄阵大概是啥物状况？迄阵吼。应该是讲，咱平湖的人是为大陆移民过来，泉州啦、福州啦，还是潮州，吼，所有的所在来，啊，因拢会经过平湖，啊，会当继续为台湾去，吼，啊，伫咧平湖来的人呢，伊上届早来的人拢伫咧西边这边，吼，啊，所以因伫咧每一个庄仔头，吼，拢有因家己的迄个南管迄个小小的团体，吼，是哦，伊迄个时代。遐耍南管的人，确实拢是爱较有钱、有闲，但是有文化水准。伫咧早期遮，毋是拢是就散车，大家拢咧做工，哪有南管的这种人才？伊就是讲，伫平湖伊嘛无法度
算讲啊，你是迄个地位足悬的人，你才有通算，吼啊，伊慢慢啊就走入那个民间了，对对，大家拢会使算。对对，清末民初吼，迄阵可能啊，阁是属有迄个士绅啦，跟查某人袂使算，嘿嘿，查某人会当接触，但是感觉讲较现代啊。老师，啊，这个南管伫咧配合上时行，大概是啥物时阵？咱遮移民来的迄个先辈嘿，因应该是拢是明朝的时阵就来，明朝的时阵就来。伫日本时代进前，应该拢有。啊，以前阁无咱现代化的一寡娱乐，什么电视啦，什么卡拉 OK， 无人通算别项物件，吼啊，大家都敢若会当选择的娱乐就足少啦。老师，因为咱知影讲，就是讲南管嘛是你头拄讲为港口入来嘛，吼，拢是先民为因的故乡带入来咱配合。对。啊，咱伫咧台湾特别港口拢知影讲，有听过南管哦，有人是伫咧船顶。规个港口，你去行暗时的时阵，拢会听到南管的声。啊，伫咧平湖遮，敢是共款的状况？因咧港口吼，主要就是讲咱遮的人吼，去甲人做生意，也是在船顶做船员。啊，伊若是咧等船的时阵，会当甲岸顶吼，就路上看是有哪些村庄啦、寺庙，嘿，啊，伊嘛会使去甲人交陪啊，吼，交流安尼，嘿，这嘛是因足重要的一种社交。的一个活动，对。百几年前哦，定定建书的清朝政府，马手是哪来哪重视配合，啊，尤其哦是马京港这个重要的港口，暗才会派出哦真侪兵马来固守这个所在。听讲哦，迄阵的阿兵哥伫咧休困的时阵，嘛会烧酒来耍南管调，当作娱乐。啊，南管吼。嘛，因为安尼就愈传愈快，所以伫咧平湖遮，民间是流传一句话讲：南澳好花灯，东山好饮客，地表好大节。啊，其中的东山呢，就是伫咧马京城附近的这个所在。为遮吼，咱嘛好会当去猜想讲，迄阵平湖的南管哦，是有偌出名才好。哇，老师我。第一届吼，遮尔啊靠近听即个南管的音嘛，有影足好听。而且咱知影讲，就是讲北管是较闹热，啊南管是较悠长，一句话会当唱足侪即个音节，对无？对，无毋对，嘿。啊，拄则听到的即个同款是闽南语，但是即个腔口敢若有小可无共。阮南管拢就坚持爱用泉州话来教即个字，是，嘿。所以，因为伊拢是古法的吼，遮南管的人，伊咧佚佗，吼，伊咧唱的时阵，伊就足侪迄落古早的遐法，吼，因拢严格安尼遵守，因拢袂去家己讲哦，伊要安怎改进，嘿，对，大家拢足坚持讲袂使改，是，所以伊就足侪文物留伫即内底，包括语言，吼，咱咧教你的时阵，嘿，都无啥共款。啊，是你教我唱一句，一句哦，嘿，吼。伫咧平湖士大人的印象内底，若是拄到重要的节日吼，一定着南管的表演通好看。哇，老师，就那亲像吼上元节迄暗，听讲哦闹热了哦，大家就会开始耍南管。哇，是众人体轮唱，就那亲像一个 open jam， 互相拼场，定定哦拢嘛是耍到天光才要结束。无怪吼，平湖早前嘛会互人号做是南管群。南管吼，这项艺术不管是纸、谱、曲，拢有家己足讲究的美感。啊嘛，因为千百年来每一个南管艺术家的保护，才会有法度，互咱吼来欣赏到这种历史悠久的音乐。这吼就好亲像马京这个港口所有留落来的文化，就是因为在地的人有好好的家保护，咱才有法度去看到咱祖先的生活。我咧想吼。这大概也就是我这摆来上大的体会啊！咱这辈一定嘛爱亲像马京港这两支金讲同款，
好好把所有宝贵的历史文化给保护起来，继续传承落去。嘿哦，这个海湾，伫咧乌水沟的中心，看到这的人几落百年来来来去去，留着这的故事，有军事、民生，嘛有娱乐。啊，虽然讲时代一直在改变，但是这的历史哦，嘛会变做一种文化的力量，伫咧平湖这个所在，继续传承落去。5、4、3、2。老师，咱即马看到这个顺清门，敢是较早马京城的遗址？哦，咱这马京城哦，迄当时隆重最大。他那讲在。你伫咧平湖哦，逐个砖头拢会拢看到足侪庙，啊，风势拢是无共的神明。啊，你安尼看，你会知影讲，哦，原来较早有遮尔啊侪船，遮尔啊侪神明，拢甲遮当做第一站开始咧发展。所以讲，为遮即个庙市的文化，你就会知影讲，哦，原来较早的人过台湾的时阵，大概是啥物款的状况，啊，就为遮的安怎讲线索啊，会当去想象，啊，这嘛是即个最特别的所在。我跟你讲，伊的台语吼，为食开始第一集甲进，迄真正是差天差地，你知无？哦，有人有差啦，有人有差，对，有人有差。他那么会讲，哦，哎呀，我不是主持人，一直问我，很会骂那个主持人，你会不会说？要怎么说？结果自己说都不会说，哇，来说说看啦，就只会冷教，我讲正经的都讲不出来。你今晚你好的秋，你讲哦，冰牛行。该讲的刚刚跟阿玲都讲完了，现在词穷了。